简单，台中有一个妈妈车爬落去病院，准备要生囡仔，疼1天半。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妈妈一直甲这个囡仔参详，叫伊都要赶紧出来。想不到这个囡仔家己拣时间，竟伫国庆日10月初10点10分出世，而且是自然生产，真正是囡仔家己拣的时间。啊，另外这个妈妈生囡仔佫较厉害，每一体拢是伫特殊的日子出世。头一体是情人节，第二体是9日1，即马第三体竟伫个国庆日。查甫囝出世啊，吼声真响亮。伊是国庆宝宝，那是10月初10来报道，嘛家己经10点10分出世。还是想说，9号就要让他出来，结果他还是很有主见的赶出去的。自然产家己经时间出来，也有几位查某婴仔，妈妈抱伫手来讲，这是伊的第三胎，每一个宝贝因出世的日子拢真特殊。老大就是在2月14情人节，然后老二就在9月21。也有这位女宝宝，伊产期原本是10月22，想袂到妈妈伫国庆日的伊知影，感觉腹肚疼，开始催准，无几点钟了后，囡仔就出世。伊暑假宝宝也有爸爸妈妈特别以开箱物来庆祝。国庆正呢过去的妈妈会特别挑选伫好记的日子破腹生产，搁像安尼，宝宝家己经日子，搁遮尔高兴，选伫国庆日，甚至也有人伫国庆日10点10分出世的。对爸爸妈妈来讲，真正是一大惊喜。虽然嘛是好消息，台湾较早时常互中国打压击败，因为咱坚强的医疗实力改变局势。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国际医疗资讯协会，今年8月底将中国除名，并且决议由台湾医界 AI 权威的刘专做下一届主席。每2年举办一摆世界年会，2023年嘛确定会伫台湾举行，因讲是双喜临门。我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为全世界这些会员来服务了哈。北医大教授李友专变故的拍败伊朗，就选择国际医疗资讯协会下届主席。台湾坚强医疗实力再次得到世界认证。的期许就是说，我能够把比较资源丰富的国家呢的医疗资讯发展带到资源比较贫乏的，然后呢把这个比较物廉价美的这个像我们台湾这样的科技呢，能够带到更大的这个世界的市场。国际医疗资讯大会即马总共有61个会员国，协会宗旨就是将资讯科技应用在医疗上。为了让台湾买当参与，2007年特别改制，将会员国改做会员体，总算台湾顺利加入。有人提起这个讨论，不过往往就是另外只要有人提出说可能会有这样的敏感，然后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这个敏感性之后，大家大概就做消，就打消作罢。因为中国主办2017年世界年会，虽然更改试出的地点，又搁欠主办费用。投票表决的结果以28票赞成、10票反对，将中国除名。2023年会由台湾接手承办，咱用医疗实力，让世界看见台湾。再来关心一个较严肃的消息，每一年拢有不少流亡者漂洋过海来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政治庇护，咱又无共款的无共款的法源来收容这流亡者。台湾被称之为华人世界民主灯塔。不过对着这流亡者流离失所的难民，咱敢有一套完整的政策甲法令提供援助？今日真相急先锋带乡亲来看中国人士兼有兼医悲惨的故事。对于华人或中国的难民来讲，这是他们首选。而台湾是最适合流亡者或难民逗留的地方。When they want to kill you, you cannot choose a place to go. 所谓我受到一些苦难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承受的，我也甘愿付出的这些代价。面色沉重，搭伫台湾这片异乡，复杂的心情写伫面上。伊是讲遇见对中国逃亡来台民运人士，重要机会就只有这个派包啊，来的时阵真香过。我就是靠台湾的一些个人的救助，在比较，打个比方的话，就是比街友好一点点，但是还是过得很窘迫的那种生活。只要等到中国大陆有民主自由的一天，我立马就回到中国大陆去。
讲伊建议下湾律师告尾检测，17月时遭受中国政府判处劳动教育2档，被学校开除，了后嘛无法度工作。不妨自由的伊，2015年以旅游方式入台，已经停留台湾4档。追求自由的代价是受真甲厝内人的分离之苦。因为有时候就想念家人，或者做梦的时候就突然回到了中国大陆啊，回到了家人的身边呢。所以说想念他们，而且是刻骨铭心的那种想念的话，第一我们对不起他们。讲伊见时尚评论人化，也有人民化议题，文章被各大报引用。伊嘛透露，曾经因为签证过期，才会当秘密试试，一直到中华大学副教授詹建元，愿意为伊担保，才会当合法留伫台湾。因为他不能合法工作，那他就没办法自力更生。然后有的人可能运气好，会遇到收容等等，可是有的人他运气不好，可能他真的会散散不及。即天是依照移民署报道的日子，警卫警告外互媒体翕，讲伊这是依照《两华人民关系条例》使用替代处分，免个工作艰困度日。按照国际上的定义，所谓的难民包含了无国籍还有外国籍的人士，而构成的要件前提就是要跨越国境。而中港澳这3种身份，无可避免的会触及两岸的敏感议题，也因为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之下，可能也造成我国的难民法迟迟无法通过的原因之一。伫无难民法的情况下，台湾要如何庇护流亡者、外国籍或者是无国籍人士，才会当适用流出国以及移民法暂时居留台湾？中国人爱用《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申请，港澳人士是适用《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等于有3部法律体系处理。混乱的难民庇护体制逐步全球，但是政府不得不更新，就是因为难民身份的真假真歹查核。如果一旦有了这样制度之后，可能会让有些人呢，其实是以台湾作为最终的避难地点的这个选择，反而会让他的人数上涨。这时候你进来之后，你可能会缅甸的业务量会上涨，基本上来讲，你可能没办法处理相关的问题。不要以为难民就以为就是一种形象，就是什么东西像乞丐，然后来依附你啦、吃你的。我不排除说有一些状况是这样。但是难民法通过不是照单全收哦。流亡者该如何在台自立，依然是无解。只是流亡者开始生活在台湾，随着香港局势动荡，未来恐惊也有一波寻求庇护的高峰。这是临近的台湾要看进国际社会免而避免的问题。在他心中，这武打明星可是位小巨人。高高的李连杰。高高的李连杰，你讲姚明我都接受。你怎么了？李连杰只比你高一点点。懂得拥抱，不安消失了，灵魂在自由中绽放。美丽女人因自由而美丽，拥抱真我。曼黛玛莲，全新飞柔来了，含法国维米头发卸妆配方，让头皮呼吸，秀发柔顺。还有全新维米炭，深层去屑，零矽灵，飞柔。当宝宝试着爬行，粘贴式纸尿裤已经不合适了，试试帮宝适拉拉裤，一拉就穿上。羽毛般的轻柔材质，给宝宝亲肤呵护。帮宝适拉拉裤，守着阳光，守着你。女人有太多辛苦，只能独自面对。习惯与疼痛共处的你，每一天都更强大。欧姆龙低周波治疗器 HVF013。照顾每个疼痛的你，限时优惠1580元，全台热卖中。人会对老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安、焦虑、忧郁，主要还是在心理层面上。快乐到老人有个共同点，他们就讲，唱歌跳舞练消话，
人家就说你哔哔哔三声不来哈，不错。我哔哔哔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想福禄寿。10月13号周日晚上11点，记得准时收看《超龄实习生》。